友谊昨开记者会，再一次来强调讲，民调若是输，伊认度会使做副手，嘛甲郭文泰化为重新来谈判。讲侯友宜这种种的作为，互国民党的基层看到真唔甘，认为国民党伫感情上放真够够。国民党的立委赖士报讲，伊尽量咧安搭着基层，若是最后无法度合作，就选到底。讲国民党本来今仔日要开中常会，要提案副手的人选，但是为着要向民众党来表示诚意，所以今仔日的中常会来取消，所以公布副手的提案嘛变废纸。我刚才进来就有人问我说：“你今天是不是要宣布副手？”骨头一个看，敢讲副手有人选啊？是不是？可以宣布了吗？您期待赶快宣布吗？侯友宜昨甲郭文泰发声，开直播重新检视9份民调。侯友宜含着挂目镜，无来甲大家讲，伊无讲一定要做正。我没有坚持说我一定要当正的，我从来没有。所以只要民调专家讲侯友宜你输啊，你要唔对，你输，我当副的我都认，没有问题。我会呼吁我的支持者。民调鄙视人家，我有一当副的。为着叫郭文泰个倒来电谈判，侯友宜声势放落汤。国民党方先开决定22号，即场要公布副手的草案，嘛因为中常会取消，变做是一场废纸。侯友宜的心声，基层是听个真唔甘，立委嘛拢感受到。他已经展现他最大的诚意，已经基本上是忍辱负重一般的这种退让。大家情绪有了解，就是情感上，我们觉得被欺负、被吃狗狗，如果不行，当然就打到底。你放心，国民党早就有储备人才了。未争到底，侯友宜真一讲才讲，副手也未吹，敢若拢嘴伫咧讲。传出侯友宜找副手人选，早就伫咧动作。除了进前传出国民党帝国执行长郭志芬，前台大校长管中品，资深主播沈春华，佮混跨学界前体育会主委戴夏玲，前 NCC 委员刘幼丽，中山大学刑务教授廖达奇，嘛方传出可能是其中一只乌配。我在想，这个黄女士如果还记得她过去这位长官，宋楚瑜先生呢？如果她还心里面还记得这位老长官的话，那这位老长官宋楚瑜先生曾经讲过一句名言，叫做"人在做，天在看"哦。希望他现在有了新的老板之后，也能想想看过去的长官对他的提拔跟扶持哦。国民党发声爱对方个党来谈判，不过看郭文泰22号就要找黄珊珊领票，就看侯友宜登记进程会搁再如何出招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